怎么来了？胡爷，郑磊呢？哦，他没在，他去客户那边了。我刚刚给他买了一点饼干。哦，他不在啊。没关系，一起吃啊。好。阿姨，你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呀？哎，这人啊，年纪大了，孩子也大了，不就该自己找个乐吗？像你郑叔叔大江南北的弃棋重机，郑磊工作又那么忙，我一个人啊，真是闲得慌。这不，刚才邻居托我去参加合唱队，我听他唱的像杀猪似的，我看他都能唱，我肯定没问题呀。我上大学的时候也参加过合唱团。是吗？以前没听你说过。这样我们更投缘了，下回跟我一起去啊。好啊，好啊。吃啊。很好吃哎。问一下你，你觉得郑磊怎么样啊？郑磊啊，其实不太了解他的人呢，可能觉得他的性格有点怪怪的。但是我们每天都在一起工作，我算是比较了解他。他其实挺贴心的，而且他的心思很细腻。常常会把朋友的事情当作比自己的事情还重要。我老开玩笑说他的身体里面住着一个老灵魂，但其实他的想法都蛮新的，而且他很有创意。就你看看这些家具啊什么的，就这些，只要经过他的手，都会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有时候我觉得郑磊，工作起来蛮迷人的。你看你比我还了解我儿子啊。因为我们天天都工作在一起嘛。哎呦，你看你开口闭口的都是工作，跟郑磊一个样。我说啊，你们虽然是工作伙伴，但是日子里不能都是工作嘛，该有休闲生活的时候，还得做一点不一样的事儿。比如像我唱唱歌啦，就感觉完全不一样。你们啊，就应该去看看电影啊，逛逛街呀，这样的话感情融洽，对工作也更顺手嘛。你说是不是？知道了，阿姨。再吃，谢谢。脚好一点了吧？那个郑磊挺厉害的啊，参加过最强大脑吧？连你脚几号他记那么清楚。你把我叫到办公室，不是要讨论我的脚吧？CN 的案子执行起来有什么困难没有？我现在就是搜集一些 CN 过去有关别墅的项目，希望可以给我一些灵感。好，需要帮助的话随时告诉我。我知道了，那我先走了。好，你腰围多少？啊？头围呢？神经病！至少裤长告诉我吧。80年的7542陈年青饼。哇，都喝到这个级别了，你是对茶越来越有研究了。你怎么不说我是越来越有品味了？之前呢，我不喝茶，我跟着我爸喝茶。我学会了之后，你又跟着我喝茶。现在倒好，对茶最有研究的倒是你。你说你哪件事情我不是帮你打点的妥妥当当的？那个，大家看一下。去拜访艺术家协会理事长的时候，把这个带给他。他有收藏烟斗的习惯，这个不常见。胡爷，真的离不开你了，谢谢。哦，对了，今天阿姨有来过，她有给你带饼干。她说她参加了合唱团，我看她今天挺开心的。我觉得到她这个年纪的人有点事做，蛮充实的，挺好。太好了，非常棒。怎么了？
你们哎呀，没什么，他在家里闲得慌，给他找点事情做，让他充实充实，免得老烦我。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哦，对了，明天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但最重要的事情，你得跟我去趟影院。没问题。哎，我要先走了啊。明天安排呢发我手机上，我会准时出现的。你去哪儿？小萌脚伤了，我要去接她下班。先生回来了。啊，左先生。左先生、郑先生，不都是先生吗？先生，左先生，我帮你打扫一下房间好吗？不用了，高姐，我是不用打扫了。哦，好的，左先生。没下班了看到我的短信啊？怎么来了？我看到了，难道是我发错短信了吗？没有，你没发错，我担心你脚嘛。上车吧。还是你好。在俊要是有你一半好就好了。怎么了？又杠上了？你说呢？他那慢点啊个笨蛋啊！哎呀，小心小心！哎呀，你看你看，我还必须来接你啊！我跟你讲，那笨蛋啊，怎么了？他把我的脚搞伤了，还特别理直气壮的。还是你好。你俩，我真的是。来，慢点啊！没事儿啊，我其实自己可以走。我知道你可以走，还是小心点嘛。来，外套脱了给我。高姐，哎，宁小姐回来了。哎，郑先生也来了。面面呢？宁小姐，你忘了今天英文家教课啊？老师带她去买书了。对。妙妙又去上英语课了。这次呢，可是在俊他同意的。他还跟那个老师说，他要让妙妙在生活中、实践中学习。他说要跟老师一起看电影、一起吃饭，然后一起玩。然后这种方式呢，更适合妙妙，他觉得这样更有趣。他没跟我说呀。可能他觉得你不会有意见吧。反正我能跟他意见一致已经很不容易了。来，在俊呢？左先生啊，他一回来啊，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很忙的样子，神神秘秘的。在俊，你干什么呢？喂，没干嘛，怎么了？神神秘秘的。嘴巴关了，来，坐。你干什么呢？一个人在屋里神神秘秘的。不干事儿，不过问。吃饭。吃啊。高阿姨这个荷包蛋真的做得有趣。这边。胡言，客户怎么会约在这儿啊？
你今天有没有觉得我不一样？啊？戴帽子了？你这个人能不能有点情趣？拜托。客户呢？客户在哪儿？哦，等一下，我去买爆米花。喂，等一下。这啊？这剪的差不多得了，我得赶紧回去了。我女朋友今天60大寿，她都不知道把车开出来。吃点吧。谁跟这儿转那么多圈儿？好久不见。喂，我说你怎么想的？怎么想着看电影啊？平时我们这么忙，忙里偷个闲来看个电影也很好啊。不是，你不觉得很怪吗？就我们俩看电影，在一起工作挺开心啊。哎。你怎么了？啊，行了，找个地方吃饭吧，我请你吃饭，走。我饿。刚才一大桶爆米花都塞给我一个人，还灌了一大杯可乐，我现在撑得要死，还胀气，什么都不想吃。那回公司吧。不要，我今天要请假啊！从现在开始。喂。这给伯母的，麻烦你有空帮我交给他。拜拜。妈，这是胡烟给你胖大海啊，这还是挺有心的。哎，他怎么没来啊？哎呀，别提了。今天莫名其妙的拉着我看电影，他带你看电影了？妈，会不会是你安排的？哎，没有，肯定就是你安排的。我发誓我没有，只是我那天啊到你公司随口说说，你们应该有一些工作外的交流嘛。哎，不是你说我和他之间就是工作伙伴，合作挺愉快的。今天这电影看着非常的尴尬，以后怎么合作呀？哎呀，真是多说多错啊！儿子，对不起啊。哎，其实那个胡烟，哎，行，你赶紧泡你胖大海吧啊！哎，这胖大海我喜欢。哎，喝个茶。嗯。来，爸。哎，龙井茶，来喝一杯。这茶很稀啊。是啊。哎，那个胡烟姑娘好像对你蛮有心的嘛。我和她就是工作上非常有默契的合作伙伴。明白，爸知道。哎，明白。一个人喝一种茶。喂，儿子，这么多年来都没有一个女孩上心的吗？有啊。谁呀？就昨天刚送过来那个唐三彩女啊。你跟我来玩这一套。你最近跟那个小萌好像走得很近。
是因为妙妙，他和妙妙之间还很陌生嘛，我必须要在他们之间呢，让他们快速的熟悉起来。那你自己呢？你跟小萌有没有可能呢？有没有可能，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我就知道你有意思。这个怀表每天都要上链吗？上啊，一天不上他就停了。哎呀，爸，你也别逼我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跟小萌已经认识10多年了，两个人相处的感觉，哎，就现在这样挺好的，挺好的，真的。你回来了？现在几点了？10点多了。也不知道妙妙作业写完了没有，她也没把我叫醒检查作业。你到底还有多少工作呀？除了 CN 的案子，还有其他几个项目。哎，不能老是把工作带回家来。自从你的脚好了之后啊，就很久没有做运动了。我也想啊，可是我做不完，这是我第一个案子，我想把它做出点成绩来。再说了，我这样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工作，对妙妙来说也是一种身教嘛。我知道你很想做点成绩来，但你不是机器人，你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妹妹还要靠你呢。就是因为妹妹要靠我，我要独立养育妙妙，我才应该要比别的家长更努力、更拼啊！你说是不是？其实你看我挺累的吧，我一点都不觉得累。只要能给妙妙最好的生活，我再怎么辛苦都值得。你又不是一个人，还有我跟郑磊呢。我哪好意思还依赖你们？我都赖了你们8年了，我真的不敢再耽误你们了，真的。说白了，以后我要和妙妙是相依为命的，所以我一定要做出一点成绩，赚很多钱，然后给她很多的东西。哦对，你呢？你去哪儿了？哦，我刚去图书馆借书。你妈，你借的全部都是关于建筑的书，怎么了？你想重新学习啊？来了上海之后，觉得上海真的很大，突然觉得人都变渺小了，有很多事情真的需要重新学起。是啊，现在世界一直在进步，我们要是原地踏步的话，就都退步了。别再说了，先休息啊。怎么了？没灯泡。
你等一下。来，啊，对，我来吧。哎，不用，我拿去。啊，好嘞。方栋梁，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啊？你看看你写的什么啊？风中残烛，你写什么啊？你写风中蟾蜍，我说这癞蛤蟆满天飞啊，是不是？老师考清写他话没说清楚，怎么能怪我呢？还犟嘴你啊！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你上课要认真听讲啊？我有听啊，可是老师他没说清楚，我怎么听清楚啊？你真是气死我了！我告诉你，你再不好好学习，你看你以后怎么办？自己看，自己看。我回来了，小姨，你又犯什么错误了你啊？下班了。嗯，你看看，你看看他写的什么啊？风中蟾蜍。哎呦，是快被他气死了！毛豆，你能不能好好学习啊？快点回去写作业，赶紧回去写作业。不听话。吃饭了没有？吃过了，别生气了啊。帮我管管他。天天你不好好学习，你就知道玩啊！快好好写，太惹妈妈生气。没见过你这样的救星，太坑爹了。干嘛呢？臭美呀！擦的什么呀？韩束的锅头水，挺补水的。我看一下，试试。哎，还真不错哎，是吧？呀，谁这么大的魅力，让我们的人民小警察也开始保养皮肤喽？姐，我也是女人好吗？啊，女人，女人。哎，什么？灯泡啊？干嘛买这么多灯泡？还人的。还谁啊？你这是还灯泡呢，还是去会情郎啊？还灯泡给情郎，真受不了你！Someday, when I'm awfully low, 你身边现在有个小萌，又有个胡烟，你又喜欢小萌，但是迟迟又没有行动。我是胡烟，我当然很懊恼。你情愿身边没人，也不去尝试一下？爸，这完全不一样的。我不能因为一个人就莫名其妙跟另外一个人开始吧？你敢说你跟小萌没开始？怎么我觉得你不是没有开始，你是没停过哎。Oh, but you're lovely. With your smile so warm and your cheek so soft, there is nothing for me but to love you. Just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With each word, your tenderness grows, tearing my fear apart. And that laugh
that wrinkles your nose, touches my foolish heart. 喂，佟警官，请问有什么事情吗？郑磊，你在家吗？我不在家。你不在家？那我怎么听见你房间有歌声呢？怎么能不在家呢？ Won't you please arrange it? 'Cause I love you. 佟警官，你看，我就说你在家。佟警官，你这是要干嘛呀？啊，我这不是关心邻居吗？你说你一个单身男人，没亲没伴的，再说你万一煤气中毒了可怎么办？上来关心你一下。谁成天煤气中毒啊？啊，对了，啊，还你。这是什么？灯泡啊。我没借给过你啊。可你借给这栋楼了，你忘了？上次我们俩一起换的灯泡。嗨，那就多久的事情了？这个小事不用了。哎，那可不行！你说你出人出力，怎么还能让你出灯泡呢？不是，不就一个灯泡吗？那我给你放着了啊。哦。你说这灯多么重要啊！你说这没有了灯啊，人生呢就没有了光明，没有了光明，人生就没有希望。啊，对，说的对。那东西我都收下了，好吧？谢谢。晚安。啊？就晚安了。东西我收到了嘛。那行吧，那好，你早点睡。嗯，拜拜。那你早休息啊，郑楠。哎，拜拜。我走了哈。那个没事啊，我真走了哈。晚安。这些资料啊，就是 CN 和其他事务所所合作过的案例，你看一下。哎，这样还只是一部分，还有好多没有找完呢。哎，不过我就不明白了，只是一个初步的概念沟通，有必要找这么多资料啊？当然有啦。这是 CN 跟我们第一次合作，他们肯定是希望我们能多提出一些跟以往不一样的概念，才会觉得有新鲜感吧。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多做的就是多看看他们之前推出过的案子，这样才会有更多的设计想法。哎，你们看这个，我觉得他们这个设计的还挺特别，挺不一样。没错，是吧？这个可以参考一下。哎，瑞贝卡，我记得你在上一家事务所好像有参与过类似的案子，是吧？我不记得了。嘿，看吧，太幸运，遭嫉妒。所以说呀，有些事情拿得太早，也不一定是好事。但是我有你们帮我，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是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行，那你慢慢看吧。我们去工作了啊。好了，都在这儿。给你放假了啊。你怎么来了？没什么呀，来看看你。我现在的时间可珍贵着呢。
知道你真贵，吃饭没有？没有，一会儿就吃了。走吧，上车。干嘛？带你去吃饭啊。别啊！我开始负责 CN 的案子之后，基本上都是在公司吃的。虽然我在美国的事务所待过，但我还只是小小的螺丝，负责设计案还是头一回。公司这么看得起我，我总是要特别努力，不能让他们失望吧。知道你很努力，你就说吧，你平时在公司呢吃的什么？就三明治、方便面、简餐，就这些。嗯。等着。你又干嘛？我给你做的午餐，不要嫌弃啊。你早都准备好了，还干嘛要说带我去吃饭？如果你有时间呢，我们就可以一起出去好好吃顿饭；如果你没有时间呢，就只能吃我做的喽。你太有心了吧？行吧，那我赶紧回去吃了，我得赶紧工作了。下啦。去吧。哎，你没事儿吧？怎么感觉你有心事儿？没事，去吧。那我走了，谢谢。今天的盒饭还满意吗？哟，干嘛呢？今天的盒饭还满意吗？太豪华了，吃得我肚子都撑大了。你要喜欢，我下次再买。不用了。妙妙今天都好吧？你为什么不直接打电话来啊？打字好累啊。我是担心你太累了，你要累了就去睡吧，晚安。好吧，晚安。今天好吗？午饭吃了没？为什么还没吃啊？
吃饭啦，出去吃饭啦，怎么一个人在这儿点外卖啊？那么孤单。没胃口，不吃了。怎么了这是？啊？你这惨白惨白的，有心事？啊？怎么了？啊？我闺蜜遇到一个就是感情问题。感情问题啊？那你怎么不早说呢？情感专家在这儿呢，知道吧？是不是出问题了？那肯定女人出问题。这你不懂了吧？男人其实，在感情上很简单，总是女人把这个事情想得太复杂了，明白了？具体什么事情，来说出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哎，就是我闺蜜吧，喜欢一个男的，她就老给他发微信，那个男的就只回什么哦，就这样。结论就是，这男的不喜欢这女的。怎么可能呢？他们特别有缘的，就是走到哪儿都能遇到，就特别好，你知道吗？啊，是吧？那我每次走出小区，我也特别好，总能遇到那个扫地的阿姨，那我们产生感情吗？哎，这不是什么这不是呢？真是哎，这样吧，我呢给你介绍一个优秀的一个男。哎，对，停，我闺蜜就喜欢那个男的，她是接受不了别人。好，这样吧，我告诉你，其实呢，这男人呢就分为两种，一种就是一见钟情，一种呢就是这个日久生情。那如果一开始不能一见钟情，那只能慢慢的日久生情，明白了吧？我明白。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你要是正面进攻失败的话，那你就从侧面进攻，就是先从他的亲人、朋友、好友之间下手，明白了吗？这个农村包围城市。行，我闺蜜不是农村。哎，就这意思，明白了吗？明白。吃饭去吗？我再研究一下。别研究了，吃饭去，我请你。请我吃啊？小萌外卖。哎，我没有叫外卖。上面写了宁小萌的。不是你点的，那是别人送的喽。谁呀？我一好朋友。哎，男的吧？你要不要先去吃饭啊？哎呦，弄这么神秘哈，真是神秘啊！你快去吃饭。我说不让啊，你能不能不那么八卦？去吃饭。好啦，我们去吃饭啦。哎呀，也没人给我送。你快去吃饭吧。哎，吴嫣，郑磊呢？在里面啊。哦。哎，你来了，给我5分钟啊！我现在很忙，你自便忙。甭管我。喝茶。谢谢。豪景酒店刘董的秘书打电话来说，刘董很满意我们那批古董家具，让我们去签约。今天早上他给我打过电话说过了。你怎么没有跟我讲？你现在连话都懒得跟我说是吗？胡言，是因为我早上实在太忙了，所以忘了。郑小雷，你做了什么对不起人家的事啊？哎呀，我没有，都怪我妈，非拉着我跟她看电影。现在好了，本来好好的工作关系，
呀，不尴不尬的。说你那么简单的事，女孩子嘛啊，说几句好听的，哄哄她没事嘛。你们一起工作没那么尴尬呀，是吧？那夸人也要发自内心啊。随便一句嘛，你就说她哇，你这身衣服真的很好看啊！原来你这么说，我今天才发现啊，就好了。哎，不行。我跟刘董秘书约好了，现在去签约。好的，知道了。胡燕，郑丽有话跟你说。说。胡言，你这身衣服挺好看的。真的是。我都穿了1年了。你看，我就说不行嘛，夸人要发自内心，否则一定穿帮。我穿了1年了，真够省的。哎，没事，来，喂，这个说正经事。喂，有空帮我看看。什么？那个，我帮龙泰做那个计划书，给点意见。哎，我再一次提醒你啊，这个项目真的不错，一定要拿下来。尽量吧。哎呀，真好！现在小萌呢负责 CN 的别墅的项目，你呢又在争取龙泰的项目，真替你们高兴，一定要顺利啊！谢谢盒饭，很好吃。谁啊？你猜啊？童警官。哎，不管你们这些啊情情爱爱的事情了，哎，好好聊吧。走了，我有空帮我看看，记得。知道了。晚上我过来验收盒饭，看你有没有吃完哦。盒饭早吃完扔了，晚上我去帮妹妹买自行车。我陪你去吧。好吧，记得叫上载俊。你说，麻烦按一下密码。郑小磊，你明天不会又给我送盒饭了吧？怎么啦？不合胃口啊？不合胃口就换一家。没有不合胃口，特别好吃。我只是不想让你麻烦了。也不麻烦，不就送个饭吗？有什么麻烦的？可是我觉得你每天……哎，别可是啊！我不是说好了吗？你的第一个作品，算是我们3个人共同完成的。那么什么叫共同完成呢？那我总要出一份力啊！这就是我出的力，我要让你吃饱、吃好、吃得舒舒服服。我真是说不过你。说不过我就别说了，快听首歌，快自己选。我不会。我给你开了，好，自己选吧。我说童丹，你吃饭可不可以专心一点呀？我有在吃啊。还看手机？怎么啦？姐，
我今天才知道，只有4个字就能让人郁闷一天。哼，哪4个字这么厉害啊？已读不回。谁已读不回啊？来，我们敬已读不回，干杯！好酸啊！快吃饭，一会儿凉了。好了，小心你消化不良。那，说青菜。啊，宁小姐回来啦。嘎姐要回去了。哎，妙妙睡了，左先生在房间里忙呢。啊，宁小姐，对了，鞋柜里有一双新的运动鞋，我以前没有见过，哎，是不是你的？新的？那我一会儿看看吧。好，那我先走了啊。听单子。好。这是什么？鞋啊。废话，我当然知道这是鞋。这是谁的？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那怎么会在我鞋柜里啊？好吧。这个鞋本来是给你买的。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因为我知道了，肯定是因为那天郑磊也送了我一双鞋，不好意思拿出来是吧？才不是呢。肯定是的，你把我脚弄伤了，就想拿这双鞋给我赔不是，对不对？不是，他就想给你买一双好一点的运动鞋。不过郑磊已经给你买了，那就算了吧。本来想拿去退的，结果那发票丢了，所以退不了了。为什么退？我挺喜欢的，我现在就试试。这个尺码刚好啊，还有这个款式，我喜欢，好看。哦，对了，你今天忙什么去了？怎么没有跟我们去买自行车啊？你们去买自行车？对啊，我今天和郑磊一起给妙妙买自行车，我有让他叫你，你不知道吗？哦，对啊，我知道啊。但是我今天没时间。那自行车呢？自行车藏在郑磊他家里了，明天他就拿过来给妙妙一个大的惊喜。好吧，那我不打扰你了，你好好工作吧。好，谢谢你的鞋。不用客气。姐，你看，他今天就给我回了这几个字儿。今天好吗？还行。午餐吃了没？还没。你为什么还没吃？当我问到你为什么还没吃，他就不回我。
这个郑磊啊，说话还真是简洁呀。哎，你说这平时怎么教育孩子？我每天跟着毛豆后面叨叨叨叨叨叨的，他还不是乱七八糟的？姐，你说他为什么已读不回啊？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已读不回，就是这个男人根本就不在乎你。哎，姐，你说他是不是没带手机啊？哎呀，哎，姐，你说他是不是手机没电了？也不会啊，他那个手机充5分钟电能打2个小时电话，也不会没电。哎，姐，走，姐，你干嘛呀？嗨，毛豆妈妈，有什么事情吗？晚上好啊！哎呀，郑磊啊，是这样，今天我和我妹子这个手机啊，好像抽风了，就是也发不出去任何短信。我在想着是不是信号有什么问题呀？你方便看一下你的啦？可以啊，你看看，你看看。没什么问题，我这边信号挺好。还真是，满哥。哎，那你方不方便我来做个测试啊？测试？方便啊，你好，等一下啊。好了。有了。已读不回非君子。郑磊啊，你手机也借我用一下啊。哦。再发一个，好了。有来有往大丈夫，看到了吧？这手机信号还是蛮好的啊。已读不回非君子，有来有往大丈夫。这看来这手机一来一往的是没有什么问题哈。哎呀，那信号的确挺好，那麻烦你了啊，谢谢啊。没事。哎，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了。晚安了啊，晚安。晚。邻居太靠谱了，走。哎呀，童丹，我说什么了？我就说了吧，他手机根本就没坏。哎呀，姐，你说你干嘛给他发那样的短信啊？你傻呀？姐这是在帮你呢。我告诉你，他已读不回，就证明他不在乎你。这女人呢，要矜持一点，要让男人追自己，而不是你去。童丹，起床了，太阳晒屁股了啊！童丹，你怎么了？你快点起来呀！你帮我管毛豆，我得去买菜呢。干嘛？快起床了！怎么了？姐，你说你昨天干嘛跟他那么说呀？这以后楼上楼下的还怎么做邻居啊？你可真逗啊！是你一会儿怀疑人家手机没电，又是手机坏掉的，我不是去帮你找答案吗？哦，你反倒怪起我来了。好吧，那就怪我自己。当然要怪你自己了，赶紧起来吧，别放在心上，也许人家根本就没往心里去呢。这日子没法过。好了，那赶紧看看手机，10点钟唯品会就上新了，里面东西多着呢。哎，你淘好东西，打扮自己。这女人呐，每天把自己搞成这个鬼样子，我看你怎么吸引男人。快点起来了，帮我带毛豆去买菜啊！
其实呢，这男人呢，这个分为两种，一种就是一见钟情，一种呢就是这个日久生情。那如果一开始不能一见钟情，那只能慢慢的日久生情，明白了吧？我明白。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你要是正面进攻失败的话，那你就从侧面进攻，就是先从他的亲人、朋友、好友之间下手。哎，苗苗，来试一下。小心不要害怕，弟弟在后面。好，你试一下高度。太高了。太高。OK， 再来试一下，怎么样？可以。后面可以啊，前面呢？把可以手怎么样？没问题。没问题。要再调高一点。有。 OK。OK。OK， 那就很好。这可是阿姨精心为你挑选的，还不谢谢阿姨？谢谢阿姨。妹妹现在是不是迫不及待的讲起他呀？妙妙，你先下来。喂，喂，是小萌阿姨吗？啊，毛豆啊，您把电话给一下妙妙。你找妙妙，在家哦。妙妙，电话。喂，毛豆。妙妙，我小姨说要带我们两个去玩飞盘和骑自行车。哦，好，我问一下，爹地，毛豆的小姨说要带我跟毛豆去玩飞盘，可以吗？可以啊，不但可以，我们可以陪你一起去啊。毛豆，那等会见喽。好，待会儿见，拜拜。拜拜。不错呀，小子，给我吧。小心我等会儿接茬。闭嘴吧你，快换衣服啊！我去换衣服。要去了吗？那我们去换衣服吧。去吧，赶紧去。搞定，这不错呀啊！还可以吧？怎么样？昨天你们去买车，你们不叫我去啊？我主要考虑到妙妙在台湾的时候呢，上下学都骑脚踏车，在这里没法骑，给她买一台喽。星期六、星期天呢，可以去公园里骑一骑嘛。你怎么不给我买一台啊？我也很喜欢骑车的。好啊，我给你买一台好了。哎呀，你是不是有什么意见啊？就这么点小事情还问来问去的。给妙妙买自行车是小事啊，现在买自行车，以后就买汽车，是不是？我好啦，再见，我们一起去吧。我不去了。老爸一起去了。去呀！我不去了，我昨天没睡好，我以为要补个觉呢。好吧，你们去。行吧，让老爸好好休息吧。走了。拜拜。拜拜。走啦。拜。小姨啊，来公园玩干嘛画个大花脸啊？哎，你懂什么？小姨今天要逆袭一下。为什么逼我打电话约妙妙？本来想在家睡个大头觉。小孩子老在家睡觉去成猪了。这太阳这么大，你应该出来运动运动啊。谁不知道小姨是想和雷叔叔约会？一会儿他们来了，你不许乱说啊。那可没准。敢跟我说呢？慢点啊。毛豆。妙妙这里。郑磊。
啊，上次实在不好意思啊。哦，没事儿没事儿，小孩子的事儿嘛。铁叔叔，我小姨哎要……哦，没事儿，小孩子乱说话。我们也是因为看着天气好嘛，带着妙妙出来玩玩。哦，那你们去玩吧。嗯，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妹妹小心点儿。妙妙，这新车，先骑骑试一试。怎么样啊？这台车好棒哦！好棒！你看，我就说很棒嘛。我觉得我们以后的周末都可以带他出来骑。别骑那么快。以后到了星期六、星期天，只要天气好，看我，看你，你小心啊！看你，啊？是啊。妹妹冷不冷啊？慢点，慢点，慢点。以后那就，如果是星期六、星期天，那么我相信你肯定有空。对，那么就带我没空，他出来骑骑我也要骑车空。好啊，如果我没空的话，你带他出来。说好了，说好了。 OK， 好。头晕吗？一直转圈啊？如果晕了呢？爹地教你啊，反过来就好了，反骑就好了。哎，慢点啊！不行，我看上我有头晕。哎，你骑慢一点。毛豆，你慢点儿。妹妹玩的好开心。渴了吧？来喝点水。谢谢。你渴不渴？走。别我吧。红丹，你不冷吧？不冷，不冷。哇呼！哇！毛豆轻点儿。妙妙，接住！原来是我，你太弱。哇，这么高！能再高点吗？我来，我来，我来。没事没事。毛豆，来。怎么样？今天玩的累不累？很好玩，是吧？毛豆，你慢一点，骑小心一点的。那以后要不要多跟童丹一出来玩？好啊，好啊。毛豆啊，以后在班上不许欺负妙妙，知道吗？啊，您这消息又从何方传？少在这阴阳怪气儿！你看，妙妙以后啊，可以来跟阿姨家玩。好啊，可以找毛豆写作业。毛豆，你慢一点，等一下妙妙。我大概是请着他当师傅吧。哎呦，吹吧！哎，慢点啊，我们不着急啊。张老师说你有一篇文章写得很好，啊？哦，老师夸你文章写得好，怎么就一个哦啊？只是一篇文章，没什么吧？你知不知道老爸小时候每一次写文章啊，要不就是给老师说马马虎虎，要不就是说我写太少。文章写得好，能被老师夸很厉害的。你们写的是什么题啊？我的妈妈。真的啊？那你写的什么？我背不起来了。好吧，那你文章发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给老爸看啊。好吧。好，继续写吧。妙妙在干嘛？就给我看。
干嘛脸色这么难看啊？嗯，让我猜猜啊。会不会是因为今天妙妙在公园里投到别人怀抱，所以不开心啊？我大嘴巴吗？小梦，我跟你说啊，你要理解小孩的心理啊，你要研究透彻一点。说完给你看，比方说你跟个小孩说，是吧？小朋友，你过来，你过来，过来，那他会觉得你问我过去干嘛？那如果啊，你那包零食，啊，小朋友，你过来啊，你过来，过来，他看到那个零食，他就会主动的靠近你，懂了吗？他又不是宠物，你以为小孩都是宠物啊？拿个零食他就过来？就是个比方，怎么这么多年还那么笨呢你？啊？哎，你今天在公园说你有喜欢的人啊？是谁啊？没有啊。没有吗？那就好。我们之前都说好了，你要有喜欢的人，第一时间要告诉我，我要帮你留意的。你以后别想兴趣了。我啊，你就别操心了。我能不操心吗？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我们公司啊，女同事特别多，各式各样的，我可以给你介绍啊。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孩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他。郑磊可吃得开的，我告诉你。别乱说话。胡燕不是啊，童警官不是，你说？我说你怎么把我往外推啊？那行，那我把你往里推，怎么样？哎，我告诉你，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啊？眼睛大大的啊，睫毛又长又翘的，鼻子又高又挺的，反正就是该凸的凸，该翘的翘，最重要的是心里要善良，要充满了爱，又充满了正能量，是不是啊，郑磊？你喜欢芭比娃娃啊？我看芭比娃娃是那样的吧。世界上哪有那么完美的人啊？你就不要要求那么高了，小心找不到老婆。找不到就找不到呗，我总能等到他。等到谁啊？等谁啊？好，吃你的葡萄。等谁啊？等你。你说我啊，你前凸后翘的啊，你大眼睛长眉毛，都是你啊。干什么？我在看妙妙的联系册呢。对了，姜老师说妙妙这一周的作文写的特别用心，你有看到吗？没呢，我跟他说了，等作文发出来，先给我们看看。他能写些什么呢？好想看呢。我知道他写什么。什么？我什么？我的柠檬水。喂？什么乱七八糟的？修的好吗？我试试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哦，对了，妙妙为什么叫小萌姐阿姨呀？要给她时间呗，得让她心甘情愿的叫妈妈。哦，难怪呢，怪不得妙妙跟小萌姐那么松弛。如果我妈把我丢下8年，再回来找我，我一定也无法接受。无知
实的爱情啊！毛豆哪有那么多话？郑磊，你要是结婚生孩子，一定是一个好老公、好爸爸。我现在已经是好爸爸了。可还不是谁的好老公啊？哎，这已经黑白分明了嘛！你分明就是想让他当你的好老公。毛豆，闭嘴！我看你跟小萌姐挺熟的，那她是妙妙的妈，你是妙妙的 daddy， 虽然不是亲生的，但是比亲生的还要亲啊。那你们是不是就可以名正言顺？毛豆好了，来，哇，玩吧啊，拿着。棒了，太棒了！小姨都不知道怎么修，这机器人坏了好久都没弄好。哎，我这不是找磊叔叔给你修好了吗？玩吧你啊！哎，小姨啊，你就是这么心狠手辣，所以才没有男生敢追你。毛豆，你能不能不要乱用成语啊？小心我回家收拾你！好了，搞定。这么厉害，这么快就搞定了。一点小事儿嘛，这个还修不好，我怎么当好爸爸？这次的作文呢，我让同学们自由发挥。妙妙呢，选了一个很特别的题目，而且写得很好，你要不要看看？好。谢老师给我看，不客气。你没去吃饭啊？你上午请假了，有事儿啊？什么事儿啊？小萌，我们现在共同负责 CN 的案子，你又是项目负责人，你上午开会没来，总归有个理由吧？家里的事。家里什么事儿啊？是小狗走失了，还是你妈住院了啊？还是房子塌了？是我女儿。你有女儿？你不是单身吗？我是单身，但我有个女儿。我刚去了一趟学校，因为她写了一篇文章。你看，从小我就没看过妈妈，因为妈妈在我出生的时候就去了美国。我没有被妈妈拥抱过，也没有闻过妈妈的味道，所以我觉得没有妈妈。有一天，她从美国回来，带我来到上海，我们一起生活。我不习惯她是妈妈，就叫她阿姨。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喊她一声妈，但是我想现在就跟她说：阿姨，谢谢你带我来上海，有你的生活，其实也不错。其实我在等她喊我一声妈妈。虽然不知道要等多久，但我会一直等下去的。我们一起等吧。
我妈是早发性失智症，现在连我的名字都不记得了。我也在等，等她可以喊出我的名字。原来我们一个是等女儿的妈妈，一个是等妈妈的女儿，我们都在等爱的呼唤。你看这座城市，有千千万万个家，每一个家都有一盏灯，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家的故事。你还好吧？突然间那么感触。每一个家里面呢，都有着外人看不到的快乐跟悲伤。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放大快乐，忘掉那些悲伤，并且要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的。好心灵鸡汤啊！我给你看个东西，干嘛？妙妙写的作文。妙妙跟我说，她没有给我们看，是她不太好意思。在我看来，我和妙妙的关系跨出了一大步。开心吧？在俊，谢谢你。这些日子，我跟妙妙跨出了一大步，都是你的功劳。你帮了我很多。这8年来，你养着我的孩子。8年之后，你又继续帮我认回了我的孩子。这些日子，不仅是在我生活上，还是心理上，我和妙妙都熟了很多。真是有一种千山万水，沧海桑田的感觉。今天我忽然就懂了，生活的本质是苦的，可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的走下去？那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再苦再累，身边都有一个人一直陪着你。有你真好。妙妙的文章写些什么呢？是郑磊。他虽然人不在这儿，可他的心在这儿。他每天都很关心妙妙的事情。是。
这个数据啊，因为很多人调整过，所以肯定没问题。It's an excellent choice。这两部分不能割裂开来，要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不是说有5组团队来比案吗？好像只到了4组。得到内部消息，还有一组呢是邱董自己指定的，别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来的。那么神秘啊！喂，妙妙的爸爸吗？我是。哎，我是姜老师啊。姜老师好。哎，是这样的，妙妙现在发烧了，在保健室休息。我刚才打她妈妈的电话一直没接，现在就只能打给你了。哦，好，我马上过去。哎，好的，那一会儿见了啊。让各位久等了。龙泰集团第一次跨足休闲产业，锁定高端客群，我们期待给市场不一样的商品。谢谢各位来共襄盛举。现在设计提案正式开始。是我们奥斯顿关于龙泰集团的龙泰大楼进行的一个方案设计。我们的目标是要将龙泰大楼打造成上海超一流的地标性建筑。从远处看上去，就好像一个舞蹈家在舞蹈一样，具有流动与美感相结合的整体。怎么样？一会儿有没有信心？还可以，准备的挺充分的。有几成把握？我觉得志在必得。左先生，那主不好意思啊，我刚刚有点突发事情耽误了。没事，另外4组的比案已经结束了。哦。再见。我们里边请。哦，这样。大家好，我叫左在俊。我这个人很喜欢旅游。我觉得我算是一个旅人，一个喜欢旅游的人。我相信大家都会有旅游的经验。当你第一天到了这个目的地，你会很兴奋，很想到处逛逛。到了酒店就什么都很好奇。但是到了第2天、第3天、第4天，你开始会觉得累。就算那个酒店有在完善的配备有在奢华的享受，但是唯独没有家的感觉，所以你会开始想家。我们针对的是高端的客户，他们永远都会有更高档的酒店可以作为第2选择，但唯独只有家的感觉是无法取代。所以这一次，我希望以一个旅人的心态去打造一个更有亲和力、更温暖的给各位旅人的第2个家。
请进。副总。坐。陶总说，今天彼岸的左在俊是你的大学同学。嗯。你们熟吗？陶总是怎么跟您说的？现在是我在问你啊。大学毕业之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因为我一直在美国。原来不太熟啊。那今天他来彼岸的事情，你也提前不知道？不知道。那你对今天的彼岸有什么看法？今天5组各有各的特色，但是有2组让人印象深刻。一组没得说，那肯定是我们。另一组呢？左在俊。说来听听。如果以人性化和感性的角度来看的话，在俊的设计很讨喜，但是以精致度和完整性来看的话，奥斯顿无人能及。可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谁的方案比较吸睛，而是邱董喜欢什么。左在俊在上海建筑界是无名小卒，邱董居然可以让他来彼岸。小萌，你能不能方便的时候打听一下，他跟邱董什么关系啊？副总，可能我去问他这个问题有点怪，因为我们私底下基本上不谈公事的。那你们都谈私事吗？不是，因为我们毕竟是大学同学，见面的话就聊聊当年，基本上没有谈过什么公事。我听说左在俊不仅是建筑师，还在垦丁经营民宿，还是什么教练啊？您怎么知道？今天在龙泰嘛，正好听到别人说了一耳朵。那他是什么教练啊？他在垦丁教冲浪，他是冲浪教练。冲浪？陶总，恭喜你！相信我们这次的合作呢会非常愉快。具体由谁来担任项目负责人，就由邱董来决定吧。我们不是负责人吗？邱董马上就到了。邱董，来，坐，两位坐。好，谢谢陶总啊，百忙之中赶来签署合作意向书啊。应该的，您放心，这次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这个案件是龙泰集团今年要全力冲刺的项目，项目主要负责人，陶总，我希望交给建筑师左在俊。到了吗？不好意思啊，徐总，在俊，来坐。左建筑师与奥斯顿提出的设计都让我心动，我贪心了，希望可以将两边的优点加成，为龙泰推出第一个代表作。项目总设计师左在俊将与奥斯顿合作，共同进行方案优化。恭喜你啊，左在俊！谢谢徐总。也恭喜陶总啊，陶总，奥斯顿之尔再请您指派合作设计师喽。龙泰对奥斯顿寄予厚望，要请您务必提供旗下最优秀的团队啊。邱总，您的意思我非常了解，我们奥斯顿一定会全力配合。谢谢。
我还以为你搞冲浪不做建筑了。我自己都想不到。但一个设计师呢，不是做几个模型、耍耍嘴皮子就行的。你离开时间很长了，还够专业吗？等你跟我合作完了，你就知道了。OK，拭目以待，加油！开锅啦！好香啊！快吃啊！张磊，你也太用心了啊，那必须的！庆祝左在俊同学成功拿下了龙泰集团的项目，你要努力啊！好耶！来，干杯！快吃，快吃，快吃！没有了。毛豆妈妈带着他和毛豆看动画片呢。哦，对了。今天孙副总已经张罗你工作的地方了，说明天要好好的迎接你。哎，干嘛这么麻烦啊？就在你桌子旁边加一张椅子不就行了吗？你干嘛跟我挤啊？我们又做的不是一个项目啊。你这个没良心的人啊！我们这么多年的好朋友了，我去了奥斯顿，你也不照顾我一下。你又不是小朋友，再说了，你需要我照顾吗？你坐我旁边，我怪难受的。我不管，我就要坐你旁边，我们一边工作一边聊妹妹的事情。我上个班都不能安宁啊！不行，来放点牛肉。好好吃。我今天发现一间很好吃的鸭血粉丝汤。来呀，你们不要光放菜，要吃好不好？小萌，来来来，快快快，金针菇你的。改天我们一起去尝尝。看什么？你说你去看电影去啊？嘿，你讨厌，没有人约我看电影。我帮你看看啊，找一部浪漫爱情喜剧啊。行了，你吃你青菜吧，快快快快快，青菜好了。不行，男生要主动一点。还有玉米，不能老是等那个女生来约你的。还有蘑菇，快快啊！我示范给你看啊，我示范给你看。哎，小萌，来，明天晚上那什么，看电影去，是吧？你这也太霸道了吧！我才不去呢，哪个女生愿意啊？哦，我现在就霸道。对啊。你来，你温柔一点，你试试啊！来，小萌，明天晚上我能约你看电影吗？好啊，明天我们一起看电影。说好了。不过啊，别开玩笑。话说回来，这8年来，我们还真的没有一起看过电影了，所以我们就说定了，明天我们3个一起看电影，好吗？说好喽。好吧。Happy together now. 情感专家，有事就说。我闺蜜问你啊，她给那男的发信息不回，她手机也没坏，这是为什么呀？你知道男人最怕女人怎么吗？怎么？想太多。哎呦，不回信息了，怎么了？啊，就觉得哎呀，是不是他跟别的女的去约会了呀？哎呀，他是不是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干什么了呀？要么就是哎呀，他是不是跳楼了呀？哎呀，他是不是死了呀？哎，我们男人在你们的这个女人这个脑海里，就各种产生，是不是？啊？那你说他干嘛没事不回信息啊？哎，我在上厕所哎，我手机不在旁边行吗？啊，那我在开会，手机不方便看，行不行？啊？是不是这很简单的事情啊？你这理由也太牵强了吧？就这样啊？就这样。我跟你说啊，送你闺蜜一首歌，不要想太多，就是你太作，知道吧？你才作呢。哎呀，这样，
如果呢，你这个闺蜜特别喜欢这个男的，追呀，主动出击啊！这男追女隔层纱，女追男隔层纱，这戳破的呀，就戳破的呀，主动一点啊！对，主动戳破呀，对不对？行，我知道，那我告诉他啊，妥妥的。行，主动一点，妥妥的，准备好了，出发，走。谁呀？快递！现在快递都这样了，是不是有诈呀？还有这个，哎，我就说嘛，这是什么汤啊？我姐煮的鸭肉粉丝汤。嗨，这太客气了，没必要，别麻烦了。要不你们留着自己喝吧。哎，我不是害你手受伤了吗？我这叫售后服务。嗨，这事儿早就过去了。那就敦亲睦邻嘛，千金难买好邻居啊！你总不能拒绝一个好邻居的心意吧？不，心意我都领了。你看你啊，警察你也很忙，我也有很多事情。那个，如果我们之间有什么事情呢，那就是吧？如果没事情，那就，哎，你看，现在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疏离和冷漠。所以，当我成为一个亲民安民的警察之后啊，我就希望大家能亲近的像一家人一样。那关键问题是，我们本来就不是一家人啊！再加上你看我男你女这个异性，还是要保持好这个距离吧。哇，你要不要这么严肃啊？我不就是给你送个鸭肉粉，给你送一盒坚果，你干嘛讲这么多大道理啊？好，我不讲了，反正你明白了吧？明白。喝，趁热喝。啊，你要觉得好喝，我下次再给你送点。哎，别，真不用，我心意我真领了啊！哎，别客气啊，不客气。干什么？没见过帅哥吃早餐，啊？我是在想，你现在一步一步的靠近了你的梦想，我特别为你高兴。我也放心。虽然呢，我最近会比较忙，但是啊，我不会忽略妙妙的，放心哈。身为妈妈的我呢，最近表现的特别好，所以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做你的事情，不用挂念家里。家里的所有的事情呢，我都会打理好，让你没有后顾之忧。说到这好像想起梁母一样。你说什么？没有啊。哦，我说妙妙去哪了？妙妙说她要和毛豆交换早餐，所以一大早的把早餐打包带去学校了。你没送她？她最近不是很喜欢我送的，她说她喜欢自己散着步去学校。看来她开始适应上海的生活了。真好。我还跟妹妹说了，今天我们3个，你我郑磊去看电影，让高姐陪她，她还挺高兴的。她说她会乖乖的做功课，让我们放心的去玩。哎，我的妙妙长大了。你今天是第一次去奥斯顿开会吧？我们要不要一起啊？不用了，先去吧。我约了你们副总下午呢。那也好，那我先去了。拜拜。拜拜。我走啦。小心啊。
那个真的谢谢你的汤啊，谢谢。那对了，你不是说我们要有个安全的距离吗？是。你看这样好不好？我退一下啊，这1、2、3，你看这个距离怎么样？这那个，对了，我还有个办法啊！你看啊，我给你设定一个专属的敲门声，以后只要这敲门声响，就是我找你，然后敲完门，我再推到这第3个台阶，这样总可以吧？OK， 可以。那我先走了。好，拜拜。那个改天就给你送哈。不用了。哎，别客气了。真不用了。好，拜拜。你好，请问您找哪位？我叫左在俊，我约了孙副总。在俊。喂，你来了，我带他去找副总。好的，走吧。这位是龙泰项目的负责人。大家好。这是我送。坐着。这地方的面积太小了，以后一定要改大一点。副总，左在俊来了。左在俊，欢迎你，没想到会跟你合作，多多指教。合作愉快。这个呢是我们这边的主力设计师 Brian， 以后他会全力的支持你。你好，我是 Brian。你好，我是左在俊。能跟左总合作是我的荣幸。我什么时候变总了？龙泰项目的总负责人，这个名号实在太长，所以我和同事自作主张简称左总。左总。乖。为了表示对左总温暖的欢迎，你不是说温暖的欢迎是橘色的吗？为什么给他的是白色的？白色是代表无限可能，说明我们在左总的带领下，我们的创意具有无限的可能。你可真能。行了，Brian，去通知一下龙泰项目的团队到会议室就位，待会儿跟我们的左总开会。好的，那我先去了。副总、周总，你们吗？左总。没想到你真实的身份是建筑师，跟我是同行哎。我呢，开始学着听音乐了，胃痛也好多了。谢谢你。看你工作的样子，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会胃疼了。我一直觉得世界好大，但没想到世界那么小。之前呢，以为你是健身房的教练，但没想到你真的是教练，但更酷，是冲浪教练，让我刮目相看啊！哦，对了，陶总说你来之后要跟他见个面，那咱们现在去，请。行。陶总，左在俊来了。好，谢谢。陶总你好。怎么讲？我在公司看到你，觉得还真是挺穿越的啊。那陶总是欢迎还是不欢迎啊？我欢不欢迎不重要，我就是怕过一段时间啊，你会后悔来我这儿。怎么说？奥斯顿需要的是真正的人才，有本事的人才可以留下来。我相信我能够站在这，并不是侥幸的。这么自信，就一次比稿，可能你运气好呢。到底是运气还是实力？时间会证明一切。好，我也希望你可以证明邱董的选择是对的。邱董的选择有一半是奥斯顿，我认为我们现在是坐在同一条船上。是啊，奥斯顿这条大船在我的带领下呢，一贯都是一帆风顺的。你这个新进的船员，不要让它产生变数哦。我还是期待这是一场精彩的合作。当然，我会让孙妮，我最得力的助手配合你。奥斯顿所有的资源呢，也由你所用，剩下的就看你自己了。
谢谢你的支持。不客气。我们公司最讲求效率，所以我走路快、说话快、吃饭快。但是你放心，对你我可以放慢速度。哦，那不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脚步啊，我相信我们可以取得默契的。这个是我为你准备的办公桌，跟大家一起工作，不介意吧？这么大的桌子，我喜欢，谢谢啊。真要谢我的话，不如请我吃饭吧。反正咱们俩以后是搭档，需要工作的地方也多，需要建立一定的默契。那你什么时候有空呢？今晚吧。啊？今晚？啊 ？OK。曾教授打电话来说，他希望你能够帮他找一个壁炉，要真的可以用那种。那只好拍卖会去看看了。汇广大楼的设计问你下周什么时候可以去一趟？回复他们下周3。好。今天晚上律师聚餐，理事长会派车来接你。跟他们说，我就不去了。你今天晚上没有安排啊？有些自己的事情。什么事儿啊？那么重要？看个电影。但我没问，我帮你把它取消。祝你电影看得愉快。开完会啦？没呢。你别忘了，我们约好了跟郑磊看电影的，我等你一起去。我记得。哎，这样吧，要不你先去吧，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完会呢，我开完会马上赶过去，好吧？那也行。这样，我先去忙啊。再见，拜拜。收东西啊。来了，你来这么早啊？我把爆米花和饮料都买好了。我给在俊打电话了，他没接。我出来的时候他还在开会呢，要不我们等他一会儿。好啊。哎，他在奥斯顿第一天上班怎么样啊？就那样啊，跟家里差不多，还是一副老大的样。不过他今天还挺正经的，都没有跟我开玩笑，我都不习惯了。上班嘛，肯定要正经一点喽。哦，对了，我跟你说个不正经的事情啊，你猜他订的什么电影？你猜？爱情喜剧片。干嘛啊？一会儿给你惊喜，什好吗？么片啊？先别问。怎么了？我就有预感他今天不来了。那我们俩看呗。可是多张票啊！要不我们叫上你家邻居童丹？啊！别，别人忙着呢。别呀，你叫上他吧，3个人热闹。不是，别人肯定忙着呢。快点！
哎呦，3个人热闹，2个人太无聊了，你快点吧。啊，打。哎。喂，喂，董达。郑来。你有时间看电影吗？我现在在忙。哦，在忙是吧？是不是在忙？对，还要一会儿呢。那下次吧啊，拜拜。你看，我就说他一定在忙，别人很忙的。你说你啊，哪有约女孩这么约？哎呀，别说那么多了，赶紧看电影，快，走了。在俊，左在俊，你不介意我那么叫你吧？哦，你不介意，他们都这样叫我了。啊。接呀，没关系，咱们随便吃个饭，自在一点，不必多礼的。我没事，吃饭就应该专心吃饭，边吃饭边讲话，会消化不良的。你跟小萌认识啊？我们大学就认识了。哦，那你来上海，他应该特别开心吧？说实话啊，我刚来的时候，他不太开心啊。怎么会啊？你们不是老同学吗？那今天早上的会议你还适应吗？哦，很好啊。我觉得你们安排的很好，然后团队所有人都很专业，但是唯一担心的就是进度的问题。哦，这个进度方面你不用担心，我会让他们全权的配合你。太好了。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明明有声音啊！喂，咱别看了吧，对你身心健康不利。这是一只老鼠而已，不要自己吓自己。在俊他是故意的吧？他明明跟我讲的是爱情喜剧片，没想到是恐怖。本来想吓吓你嘛，后来一看你真的吓着了，就赶紧出来了。哎呀，现在还早，怎么？要不咱俩去吃个饭？也行，走。郑来，你怎么来了？你第一次约我看电影嘛，我拒绝你多不好啊！不是我约你，是我们约你，主要是他。今天本来是在俊我们3个人要看电影，然后他临时爽约，所以就想着叫上你。哦，原来是这样啊！那这电影不是没散场吗？你们怎么出来了？恐怖片不敢看。
恐怖片，我最爱看恐怖片了。是啊，那既然大家都不看了，我们去吃饭吧。我还是别去了，算了，你们俩去吧。我还要回去照顾妙妙呢。我先走了啊，你们去啊。喂，拜拜。哎，要不我送你吧？我开车过来的。那小萌姐拜拜。那个我搭你车回家吧，反正我们住同一栋楼嘛。那个回家之前我们先去吃饭吧。我爆米花吃饱了，你知道吗？你吃点那个怎么能吃饱呢？你不仅饿的。真不用了。哎呀，要不然你也得吃饭呢。